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5月23日，咱要做伙读撒母耳记上卷第21章到第25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1章，大卫去拿伯见祭司阿希米勒，阿希米勒行出来见大卫，对伊讲：你若家己一个，无人甲你斗阵。大卫应讲：王予我一个任务，命令讲，这个任务毋通予人知。我已经派部下伫某一个所在听候我。当你有啥物通食，请你予我5个饼，也是别项食物。这是因讲，我手内无普通的饼，只有分别做成的饼。你的部下无亲近妇女才通食。大卫讲，最近阮拢无亲近妇女，阮出去执行任务的时，这的军兵拢有洁净，连平常拢安尼，何况这摆的任务特别，军兵的身躯搁较有保持洁净。这时就摕分别做成的饼予大卫，因为伫遐无别项饼，只有献祭的饼，是献新饼的时对上主面前换落来的。迄日，伫遐有一个所罗的人神留伫上主的面前，伊是以东人，叫做罗厄，是所罗的牧者的总管。大卫问阿希米勒讲：你遮有枪也是刀无？因为王的任务真赶急，我煞无带刀，也是其他的武器。这是因，只有一支刀，是你以前伫伊拉的山谷所害死的非利士人哥利亚的，用布包着，放伫以弗得的后面。你要用就举去，这支以外无别支。大卫讲，这支刀予我，无别支比这支较好。迄日，大卫离开，走到加特王阿吉遐去闪避所罗。阿吉遐的人神对伊讲：这个剑是以色列国的王大卫。剑是正妇女那跳舞那唱讲，所罗害死成身，大卫害死万万。迄个大卫听到这的话，心内不安，真惊加特王阿吉，所以伫众人面前加起笑，伫城门的门神乱写乱画，喙若泡喷甲规喙鬚。阿吉甲伊的人神讲：恁看，这人在起笑，恁若甲伊带来我遮，我遮兼有欠少人，恁若甲带来，毋通互这个人入我的厝。第22章，大卫离开加德，走到亚杜兰洞，伊的兄弟甲伊的老爸全家听着，就拢落去伊遐。所有受压迫的、欠债的、心不满的，拢聚集来伊遐。大卫就做因的头，去挖伊的约有400人。大卫对遐去摩押的米斯巴，对摩押王讲：求你允准我的父母来踮恁遮，听候我知上帝安怎甲我安排。大卫带因到摩押王遐，大卫住伫要塞迄段时间，伊的父母拢住伫摩押王遐。后来，先知加特甲大卫讲，毋通搁住伫要塞，就去犹大地区。大卫就离开，去哈勒的树拿。有一日，所罗伫基比亚的拉玛坐伫柳树骹，手里举枪。
正是为徛伫伊周围。迄时扫罗听到有人知影大卫甲缀伊诶人伫倒位，就甲伊诶侍卫讲：便雅悯人啊，听咧，你想讲亚西诶囝会互恁逐个人田甲分汤哦？会派恁做官长，指挥1000个，还是100个兵哦？恁竟然用魔要背叛我！我家己诶囝甲亚西诶囝结盟，恁无人甲我报告，恁中间无人关心我。今仔日我诶囝使人我诶部下当单要害我，恁拢无报我知。迄时以东人就会徛伫扫罗侍卫诶中间，甲伊讲：我有看伫亚西诶囝去拿伯，到阿希突诶囝阿希米勒遐。阿希米勒替大卫问上主，佮互伊食物，嘛掠非利士人歌利亚诶刀互伊。王就派人调阿希突诶囝祭司阿希米勒，佮调因老爸全家，就是踮伫拿伯遐诶祭司来，因就拢来王遐。扫罗讲：阿希突诶囝听咧，伊应讲：我诶主啊，我伫遮。扫罗甲伊讲：你是安怎甲亚西诶囝讲苗背叛我，互伊饼甲刀，佮替伊求问上帝，直到伊今仔日当单要害我。阿希米勒应王讲：你诶侍卫啥人会比大卫较尽忠？伊是王诶囝婿，佮是你诶侍卫长，伫宫廷受敬重。我今仔日才替伊求问上帝，绝对毋是。请王毋通甲罪归乎你诶仆人甲我诶老爸全家，因为背叛王这诶代志，无论大细项，你诶仆人拢毋知。王讲：阿希米勒，你甲你诶老爸全家拢得死。王就命令左右诶侍卫讲：恁去，甲上主诶祭司拢杀死，因为因活大卫，因知大卫逃走，佮无报我知。毋过王诶侍卫毋肯下手杀上主诶祭司。王甲多厄讲：你去杀遐个祭司。以东人多厄就去杀祭司。迄日杀死85个穿幼麻布以弗得诶人。伊佮用刀杀祭司诶城拿伯城内诶人，无论男女、囡仔、食年诶婴仔、甲牛、驴、羊拢杀死。阿希突诶囝阿希米勒有一个囝叫做阿比亚他，逃走去大卫遐。阿比亚他将扫罗杀死上主诶祭司诶代志，甲大卫讲。大卫甲阿比亚他讲：迄日我看到以东人多厄伫遐，就知伊一定会甲扫罗报告。你老爸全家失了性命，拢是因为我诶缘故。你来甲我住，毋免惊，因为想要害你性命诶，嘛要害我。来甲我住，你就安全。第23章，有人甲大卫讲，非利士人在攻击基伊拉城，抢5谷场。大卫问上主：我来去攻击遐个非利士人好无？上主甲大卫讲：你去拍非利士人，解救基伊拉。军队大卫的人甲伊讲：咱伫犹大地拢真惊非利士人，何况去基伊拉拍因的军队？大卫阁问上主，上主应讲：你去，落去基伊拉，因为我要将非利士人交伫你的手。大卫甲军队伊的人去基伊拉，甲非利士人交战，抢因的精神，杀死因真侪人。安尼，大卫有解救基伊拉的居民。
阿希米勒的囝阿比阿他得走去基拉见大毕的时，手里有带以弗得去。有人甲扫罗讲，大毕来到基拉，扫罗讲，上帝已经将伊交伫我的手，因为伊入去有门有窗的城，家己关伫迄内面。扫罗就调集所有的军兵要去攻打基拉，包围大毕甲军队伊的人。大毕知扫罗设计谋要害伊，就甲祭司阿比亚他讲：“你带以弗得来。”大毕讲：“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啊，你的仆人有听到扫罗要来基拉，为着我的缘故走灭这个城，基拉人会将我交伫伊的手袂？扫罗会照你的仆人所听到的落来也袂？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求你指示你的仆人。”上主讲：“扫罗会落来。”大毕佫讲：“基拉人会将我甲缀我的人交伫扫罗的手也袂。”上主讲：“因为将你交互伊。”大毕甲军队伊的人约有600，随时离开基拉，四界漂流。有人甲扫罗讲，大毕已经对基拉逃走，扫罗就无出兵。大毕秘伫西弗旷野山区的要塞。扫罗逐日追找大毕，毋过上帝无将大毕交伫伊的手。大毕知扫罗已经出来要杀伊，迄时大毕踮伫西弗旷野的哈勒。扫罗的囝约拿单出发去哈勒见大毕，鼓励伊着信靠上帝保护，甲伊讲：“毋免惊，阮老爸扫罗的手无法度伤害你。你为做以色列王，我甘愿坐第2位。这个事，我的老爸扫罗已经知，因两人就伫上主的面前立约结盟。大毕留伫哈勒，约拿单倒去伊的厝。有一寡西弗人上去基比亚见扫罗，讲：大毕竟毋是秘伫阮境内，约书门南边哈基拉山哈勒的要塞。王啊，你若想要落去，请即阵来去，我会掠伊来交伫王的手。扫罗讲：愿上主赐福恁，因为恁对我真好。恁倒去详细调查，确实知伊踮伫倒位，什么人有看到伊，因为有人甲我讲，伊真规格。恁去查出伊确实秘的所在，若知影就来甲我报告，我就要甲恁去。伊若伫犹大境内，我要对所有的宗族中甲伊抄出来。迄个人就出发，比扫罗较大声去西弗，大毕甲军队伊的人秘伫马魂的旷野，约书门南边的阿拉巴。扫罗带伊的部下去追找大毕，有人甲大毕讲，伊就落去马魂旷野的山岩遐。扫罗听到，就伫马魂的旷野追入大毕。扫罗甲伊的部下伫山的这边，大毕甲军队伊的人伫山的迄边。扫罗甲伊的部下逼挖大毕，倒要掠着，大毕赶紧走，闪避约扫罗。迄时有使者来报扫罗讲：“你着赶紧倒来，因为非利士人侵犯咱的国境。”扫罗就倒去对抗非利士人，无搁追入大毕，因为安尼，迄个所在叫做西拉哈马希罗格，意思是隔离的山岩。大毕离开遐，就去踮伫问基地的要塞。第24章，扫罗追入非利士人倒来的时，有人甲伊讲，大毕踮伫问基地的旷野。扫罗就对以色列中带特选的兵3000，
去野山羊山岩遐找大笔甲军队伊诶人。扫罗来到路边羊条附近诶山洞，入去买大便。大笔甲军队伊诶人密伫洞内较深诶所在。军队大笔诶人对伊讲：上主捌甲你讲，我要将你诶对敌交伫你诶手，你通照家己诶意思对待伊。但机会来啦，大笔就点点啊爬去挂扫罗外衫诶衫具。后来大笔因为挂扫罗诶衫具心内不安，对军队伊诶人讲：伊是上主所抹油诶王，我绝对毋敢对我诶主人，就是上主所抹油诶，做即款代志伤害伊。大笔用这话阻挡军队伊诶人，不准因攻击扫罗。扫罗爬起来，对洞内出去，继续行伊诶路。大笔嘛对洞内出去，对伫扫罗后面话讲：我诶主，我诶王。扫罗回头看，大笔就趴伫涂骹拜伊。大笔对扫罗讲：王啊，你是安怎听人诶话？讲大笔想要害你。今仔日你有亲目看到，你伫洞内诶时，上主将你交伫我诶手。有人叫我害你，毋过我不忍心。我讲，我无要出手害我诶主，因为伊是上主所抹油诶。我诶爸啊，你看咧，你外衫诶衫具伫我诶手里，我只有挂你诶衫具，无甲你抬。安尼，你会当看出我诶手无做啥物背着你诶歹代志。我毋捌得罪你，毋过你对入我，要填我诶性命。愿上主伫你我诶中间裁决，愿上主因为你诶所做替我报复，我袂出手害你。古早人安尼讲，歹代对歹人出，我袂出手害你。以色列王出来要掠啥人，要对入啥人，要找死狗掠家走。愿上主做判官，伫你我诶中间裁决，愿意监察，为着我诶案件辩护，救我脱离你诶手。大笔对扫罗讲这话了后，扫罗讲：我诶囝大笔，这是你诶声哦。扫罗就大声提口，伊甲大笔讲：你比我较正，因为你对我真好，我煞颠倒用歹报你。今仔日你诶所做表明你用好对待我，因为上主有将我交伫你诶手，毋过你无甲我杀死。人若找到伊诶对敌，减会放伊走。愿上主因为今仔日你对我诶所做用好报你，但我知你一定会做王，以色列国一定会伫你诶统治诶建立。所以你着记上主对我咒詛，你袂糟蹋我诶后代，袂将我诶名对阮诶家族撤销。大笔就对扫罗咒詛，然后扫罗倒去伊住诶所在。大笔甲军队伊诶人上去山区诶要塞。第25章，撒母耳死。以色列众人自责，为着伊提口，甲伊埋葬伫伊诶故乡拿玛。大笔落去巴兰诶旷野，伫马群有一个大好野人，伊诶产业伫加密。伊有绵羊3000只，山羊1000只。迄阵，伊伫加密底加油门。迄个人属加列宗族，叫做拿巴。伊诶某艾比该是贤惠佮水诶妇人人，毋过拿巴做人粗鲁佮凶恶。大笔伫旷野听着拿巴在整油门，就派10个少年人叫因去加密见拿巴，吩咐因用伊诶名甲拿巴请安，讲：祝你长岁寿，愿恁全家平安，愿你事事顺利。大笔有听讲你伫遮在整油门，你会各样诶
甲阮做伙伫加密的时，阮毋捌欺负因，因嘛毋捌失落生命。你当问你的工人，因会甲你讲，特别请你好款待阮遮个少年人。今仔日拄拄是节日，请随便摕担保，互阮甲你的后辈代笔。代笔的少年人到位，就代表代笔将这话甲哪爸讲，因讲了，静静听候。哪爸应代笔的部下讲，代笔是啥人？耶西的囝是啥人？最近不时有捕人背叛主人，我的饼、我的水，甲摕互这阳门的人食的肉，减通摕互毋知对倒位来的人。代笔的少年人活转身，对原路倒去，将这话甲代笔报告。代笔对军队伊的人讲：恁逐个人拢着带刀，因就拢带刀，代笔嘛带。缀代笔去的约有400人，200个留地固守补给品。拿爸的工人有一个来甲拿爸的某艾比该讲，代笔对旷野找使者来甲阮主人请安。主人颠倒大声甲因侮辱，毋过遐人对阮真好，阮伫野外甲因往来的时，拢无受伤害，嘛毋捌失落生命。阮伫因遐饲羊的时，因每日拢有甲阮保护，请恁详细想，看着安怎做？因为知下一定会临到阮的主人甲伊的全家。阮主人性情凶恶，无人敢甲伊讲话。艾比该就赶紧将200块饼、2批的酒、5只烘好羊、17公斤白色的麦仔、100粒葡萄干丸、200粒无花果干丸，互卢仔知。然后伊甲遐个工人讲：恁先行，我对恁的后面去。毋过伊无甲伊的丈夫拿爸讲。艾比该就骑驴落山，对山迄边驶过来的时，拄着代笔甲军队伊的人拄好对面伫来。代笔拄仔伫讲，这人伫旷野所有的一切，我甲伊顾甲无失落半项，实在无采工。伊竟然用歹报好。明仔载天光以前，我若无将因兜所有的查甫人拢杀死，愿上帝加倍责罚我。艾比该看到代笔，赶紧对驴仔落来，伫代笔的面前拍伫涂骹拜伊。艾比该拍伫伊的骹前，讲：我的主啊，拢是我毋对，求你准你的女婢讲互你听，请听女婢的话。我的主，莫插迄个性情凶恶的人，伊叫做拿爸，名副其实是戆人。毋过我，你的女婢，无拄着我的主派来的少年人。我的主啊，既然上主阻止你无犯害死人的罪，无互你亲手替家己报仇，我基用我的上主甲你的性命咒詛，愿我的主会对着甲计无要害你的人，拢甲拿爸同款。但你的女婢带来互我的主的礼物，请分互军队我的主的少年人，求你宽赦你女婢的罪过。上主一定会互我的主建立稳固的王朝，因为我的主为着上主交战，佮你一生找袂出有甚物过失。虽然有人起来追入你，笑想你的性命，毋过我的主的性命会得到上主你的上帝保护，亲像咧保护极贵重的宝物。你对着的性命会互上主迄角，亲像用线索戏出去。
将来上主照伊对我的主会永远成就一切好事，选入你做以色列的领袖的时，我的主就毋免为着无缘无故杀人，也是替家己报仇，直到后悔自责。当上主赏赐予我的主的时，求你会记得你的女婢。大卫甲艾比该讲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今仔日找你来见我，你甲你的见识拢真通学乐，因为你今仔日阻止我无亲手报仇，互我无犯着害死人的罪。上主有阻止我无伤害你。伫上主以色列永远的上帝面前，我敢讲，加在你有随时赶来见我。若无，到明仔早起，所有上哪把的查甫人一定连一个拢袂活的。然后大卫接受艾比该带来的礼物，就甲伊讲：你通平安倒去恁兜，我知你的意思，我答应你。艾比该转去拿把遐，拿把拄伫厝内伫办桌，亲像王摆设宴社。拿把心情非常爽快，啉甲醉茫茫，所以迄暝艾比该无将所有发生的代志甲伊讲。过早起，拿把酒退，伊的某才将遮的代志甲伊讲。伊听了，随时失去意识，规身躯袂振动。大约10日后，上主拍拿把，伊就死去。大卫听到拿把已经死，就讲：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因为我对拿把受的侮辱，伊有替我伸冤，佮阻止我无去做歹。上主照拿把所做的歹，甲伊刑罚。大卫就找人去甲艾比该讲，要娶伊做某。大卫的仆人去加密见艾比该，甲伊讲：大卫找阮来见你，讲要娶你做某。艾比该就起来，拍伫涂骹讲：我愿意做妻用，甲我的主的仆人洗骹。艾比该随时起来，骑驴带5个女婢缀大卫的使者做伙去。伊就做大卫的某。大卫已经有娶亚述的人阿希暖，因2个人拢做伊的某。扫罗已经将伊的查某囝米甲，就是大卫的某，互加林人拿役的囝拍铁做某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撒母耳记上卷第21章到第25章。